暖暖十门溪。咱来故事看吧嘞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利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绘本内底的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给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绘本的这对母仔，是来自新竹市的肯迪阿姨甲伊的囡仔阿希。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教囡仔讲母语，教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肯迪阿姨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希。阿希啊，你看这幅图，有看到啥物啊？有看到狗啊、甲猫啊，甲有一个囡仔，敢是查某囡仔，甲看到几啊日白青青真像火金菇，甲有一个那是讲红色球。哦，啊，你食饭，这个故事啊，就是咧讲阿公啊，饭食了，伫厨啊埕遐拍拳讲古。你敢知影这天星敢若火金菇咧？对天顶安尼落落来，你有看到这幅图有这个形无？有，我问你，为什么遐这只鸟遐长甲遐大？有可能伊是咧想象诶，伊就是咧想诶，啊，其实是假诶。所以你讲伫咧即幅图佮看到啥物？这白嘛，看到两双枕头啊，甲有一个椅啊，甲有草球啊，草桥啊。哦，热天伫咧迄厨仔埕啊困草桥是毋是真凉？是。你敢有？我无困过草桥，毋过较凉。哦，所以草桥啊较凉是吧？啊，过来就是你看这幅图诶囡仔是毋是困去啊？是。是吼。啊，伊困去啊，伊边仔有一只啥物？猫一只狗啊。啊，天顶遮有一只啥物？天顶遮有一只猫。哦，啊，这猫是啥物形啊？长高形。啊，长高形哦，敢若像轻即个形安尼挂伫天顶，你有看无？有。啊，即马天顶是啥物色？紫色甲一个粉蓝色。哦，一寡紫色甲有粉蓝色。你敢有伫咧门口埕困去诶经验？无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安尼足危险诶。哦，是安怎讲危险？惊有迄外口诶歹人甲我掠，因为我看起来敢若是古早诶。哦，你看即幅图敢若是古早诶，是无？是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就讲到遮，咱后摆再相会。再会。再会。台语好保守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择。台语好保守。大家拢知影火金菇就是萤火虫，不过除了火金菇以外，空中好朋友敢知影萤火虫还佫有几多种无共的讲法。这部说来去，咱邀请家己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宁春老师为咱来说分明。萤火虫，咱台语讲做火金菇、火金星、火萤，这逐节听到金门、
金门讲黑萤，萤火虫的萤，白话音叫做萤。吼，俗言语讲鸭米啊吞火金菇，结果咧后壁唱规巴肚火，规巴肚火。萤火虫可能全台湾来我来调查，我感觉火金菇同一人讲，火金星较少讲，啊，佫有一个词讲做红娘啊，咱都讲黑萤吼。使人喜爱的火金菇相关的念谣实在未少，专门伫咧研究台湾歌册修老师嘛收集到几落首囡仔的念谣，听起来不假趣味。来，我来念几趴囡仔歌。较早火金菇足济啦，坐到吼囡仔会当摕火金菇来念囡仔歌。台湾民间文学集都收集足济，我来念几趴就好。火金菇来食茶，茶草破，灵眼看开雨伞，叫你来看。第二趴吼。火金菇来食茶，茶烧烧配金蕉，茶冷冷配冷饮，冷饮会开花，卜仔活冬瓜，冬瓜好煮汤，卜仔活醋糠，醋糠要起火，九种卜仔熬炊粿，炊甲草打兼稻火。这趴可能较接听到。第三趴。火金菇来食茶，茶烧烧配金蕉，茶冷冷配冷饮，冷饮会开花，卜仔活冬瓜，冬瓜好煮汤，卜仔活醋糠，醋糠好起火，九种卜仔熬炊粿，炊甲草火打兼稻火，插一个炊甲草火打兼稻火。所以囡仔歌是四十人天春秋。过来讲一下，较罕去听到。火金菇来食茶，茶烧烧配金蕉，金蕉冷冷配冷饮，冷饮酒忽来食拿卜，拿卜忽无止，抗你的臭头仔屁。咱知囡仔歌是念好耍，你若要问意思，免问，伊干那押韵，过来伊的顶句的尾接落去一句的头。这华语的修辞学讲做顶真格，这同好斗，这块你要看斗偌长嘛，做好斗。过来火金菇来食茶，茶芳芳，果子红，大金做卖人，做倒位做大房，大房人太低，二房人太阳。拍锣拍鼓带新娘，新娘红喙配，抓火卷分灯火。也白是西目尾，这要有迄个腔口差，我无念出个腔口差啦我拢总收到火金菇16趴，我来念这个最后一趴，较无共的。火金青15暝，请恁姨姐来食茶，茶芳芳，茶米红，红大金做卖人，做几房。做二房，大房人太低，小房人太阳。拍锣拍鼓带新娘，新娘倒火烧，囝婿噗噗丢，丢到田中一尾一四人光，光入厅拜阿兄，阿兄无穿裙，拜灵船，灵船噗噗飞，拜地位，地位长长滚，拜米粉，这拢无意思的。念到句，伊家己所在的遐名，会当拗呢，到做伙。
真凉爽，水牛食草顺田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，你看咧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线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